價1200萬可以買到前海康屋2000幾尺大平層單位。歡迎嚟到前海寶中，呢度被譽為下一個深圳灣，擁有最頂尖嘅生活國際化配套，企業家就連騰訊嘅總部都喺呢度。你買呢度係買未來個價值核心，未來10年嘅發展啦。前海康屋15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香港西九龍，連接4大機場嘅，擁有地鐵巴士十分之方便，45分鐘直達香港中環港島揸車嘅，來往深港兩地十分之便利嘅。呢度擁有最頂尖嘅生活配套，唔係香港更勝於香港。你會唔會用1000萬來享受呢個高樓大廈咁好嘅環境？買嘅係價值，買嘅核心係可以令你嘅資產配置擁有國際化全面一個升級嘅。咁我哋去睇下我哋嘅示範單位 ，Let's go！ 歡迎回家，呢套2600尺單位，270度全落地景觀，總價1200萬，就係呢套啦。一入嚟可以見到前海嘅夜景非常之靚，摩天輪啦同埋海景，樓下就係公園。呢個圖書館特別有意思嘅，用咗200個億去打造，即將完工，又係個新地標。1200萬呢啲景觀呢啲位置真係冇得頂啦。對面就係我哋萬豪酒店，萬豪通常都係揀最靚嘅位置啦。咁右手邊咧可以睇到我哋一個騰訊企鵝島總部，用咗320個億去打造，所以呢度配備就係國際化，買嘅就係未來10年嘅發展，你個圈層、你個資產核心嘅位置。我係深圳小奶哥，發佈全部真實，有興趣嘅聯繫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